very happy. 人發現我見到兩個幅相，爸爸整麵包嗰個佢係咪先嘅啊？搞鬆子啦！我爸爸係一個電腦技術員，咁你咧入下程。我爸爸係一個核數主任啊，咁你咧金思琪。我爸爸係一個冇經理嚟㗎。咁你咧晴師。我爸爸係一個廚師嚟嘅，佢煮得好好食嗰啲嘢。不如就快父親節快樂啦！不如我哋一齊過父親節快樂啦！好啊！父親節快樂！Daddy Super Daddy， 有你陪我玩，我就 very happy。爸爸會陪我睇圖書。爸爸會同我慶祝生日。爸爸放假嘅時候會煮飯俾我食。爸爸會陪我玩。我街上電視爸爸，下課時帶你去邊度玩㗎？爸爸放學嗰時仲有我嘅事玩㗎。咁你都不過啦，我都係喎。爸爸放假時候爸爸點知你㗎？我爸爸平時會幫神嘅睇書入到嚟啊！爸爸點知我啊？我爸爸好錫我哋㗎。Daddy Super Daddy， 謝謝你為個家用盡心思，謝謝你。新年嘅時候，爸爸同我畫一個蛇仔版畫。爸爸係親自旅行嗰日陪我一齊包茶果。喺運動會嗰日，爸爸同我做超人。你努力工作，不怕辛勞。各位 A 組嘅小朋友，你哋想唔想同爸爸有一個快樂嘅時光呢？想，我想同爸爸去迪士尼。你呢？我想同爸爸去影嘢食。我想同爸爸去睇按摩師。你呢？我想同爸爸去超級市場買拖鞋。我想同爸爸買小學書包。祝大家父親節快樂！爸爸我愛你，爸爸I love you，爸爸我愛你。這刻我想話你知，我愛你，我愛你，我嘅 Super Daddy。